来看进前传出骇客伫网络顶头卖咱国外交部的物件。最近又搁传出讲，前副总统萧美琴伫结束驻美代表任期回国的时，有透过外交部要求免除私酒的查验。外交部是指出讲，这份网络物件来源不明，牵涉到恶意的认知作证财政部嘛表示讲，萧美琴有申请自用酒品的通关，嘛有经过审查，一切拢有依法办理。公文顶关写，前驻美大使萧美琴放调回国通关事宜，网络论坛出现疑似外交部公文。社会媒体有网友发文表示，萧美琴回国时阵，透过外交部要求关护署免私酒查验，财政部也协调办理，这期有特权。外交部马上澄清，驻外人员回国早自用物品拢是依法办理，各指出相关物件恶意操弄禁止证。鉴于网络所称文件来源可疑，并可能涉及境外变造、伪造与操弄认知作战的恶意，外交部将与相关机关协调调查。财政部透过新闻稿回应指出，这案件经过审批符合关税法第49条规定，数日将自用酒类数量无超过5公升，无需要赴分酒进口业许可执照，也免办理卫生查验，甲一般外交人员回国前指定书规定完全同款。未来新报进口时阵，除了1公升免税以外，超过部分拢会依法扣税。按照财政部的规定来进行而且是行之有年了。类似这样的认知作战的作为我个人认为相当的不可取。那民众呢也要提高警觉。不过这是为海客卖咱的4GB 的外交物件了后，搁一件政府文件技术外泄的事件。学者认为，无论资料真假，政府单位拢应该加强治安的防护。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类似有政治目的的一些情形。如果是从暗网的话，那要追踪来讲，它的难度就会比较高。如果说能够跟这个美国或等等具有相关能力的这样子的国家有去做一些合作的话，那当然比较有助于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因为相关物件拢是成伫暗网散布，学者建议政府应主动查漏，甲美国等国进行跨国合作，追查骇客来源。记者综合报道。